后来乡亲回头继续来看这个姓林的凶手是真干巧，杀台死2个关键了后，是甲机车徛去隔离的一间高中的便所，了后到台南新营一间超商，野穿过来抢劫。详细比对伊的穿插，拢是穿黑色衫、白色的球鞋，戴这个拍鸟帽啊，也就是鸭舌帽。伊为着要来闪避着警方的追击，伫逃亡的过程当中，是换过7种的交通工具，想要来暗砍着行踪，制造断点。不过上尾也是难逃警方的天罗地网。倒手举凶器，当时命令店员交出7000块现金，前后犯案的过程较无1分钟，伊就是即摆台市警察的姓林的嫌犯。警枪是放置他在他的背包，在搜索的时候从他背包里面把它搜出来。凶嫌夺走关键的配枪了后，佫将这个有墨着灰衫换掉，做一个比较，共款是戴白色拍胶帽啊，穿黑色的衫、蓝色牛仔裤，还有白色球鞋。犯案了后，物件是沿路弹掉，是要灭证。嫌犯相当狡猾，杀警之后呢，他人就跑到这个高中来弃置机车，还有换洗衣物以及清洗血迹，接着往下个地点逃。为了要闪避警方的追查，嫌犯将乌托邦弹掉了后，一警车到车坎楼，再一公车到台南市立病院，佫一警车到保安车头，再换火车到新营车头，沿路一直换交通工具，抢超商了后，佫将头砍来乌托邦弹掉一白牌车到高雄，最后搬口呢上北到新店。指纹也好，相关的唯物基证也好，我们都有进行采证。那后来逐一的比对，也有很明确的他也掌握到他的相关的采证的具体的基证，所以才确定是他。兵分道路，日夜搜查，虽然嫌犯真恶味，因为游玩逃袂过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